新聞一開始繼續來關心這台鐵的新聞，講到台鐵今仔日發生兩站的事故，攏是佇咧台東的地上車頭，影響超過900名旅客。在起11點外的時陣呢，一台貨物的車敗尾弄到電火條，啊那點外鐘了後呢，又過一台普悠瑪出站的時陣去交到這電車線，造成關山到富里之間火車是無法度行的。這台鐵也啟動巴士來接送，可能要等到暗時8點半左右，這電力設備才會當搶修好勢。車站內底攏是人苦苦咧等火車進站，時刻表出現移動警示，規排5點紅字。可以先打電話去。不是在等了，已經在打了。火車慢困嚴重，予旅客真不滿，大家攏一直咧怨恨。很背啊，無要安怎？我們要趕回去上班呢。今天到池上要晚，剛好遇到。台鐵大5點原來是台東的地上車站，一台貨物列車，伫8早起11點外發生敗尾。破裂站內吊車的時候呢，發生這個車輛溜逸啊，有撞到電車線的電桿，那導致現在相關的一些電車線設備有受到影響。警察幹部警員在火車邊檢查，就是這台7路控制處的貨物列車，在作業的時陣，變做熊脫離鐵軌路，將電火條弄到8點外鐘，才確定完無偌久，現場佫出狀況。一台417處普悠瑪列車出站的時陣，高等電車線影響佫擴大，東部幹線關山甲富里之間攏未通。你們這一定絕對都做得到，你們不要緊張，好不好？不要這樣子擠。台鐵也啟動公路專車來往關山到富里，這份至少967人次，都是有經過東部的新竹營到樹林之間的新竹用戶列車，專門開放客票。不過台鐵的應變處理也是引起部分旅客質疑。旅客好像他們呆子一樣，不知道怎麼辦。啊，他不是有那個接駁車嗎？那是後續才搞，已經慢了多久了？知道他那個池上有發生問題，應該要提早跟關山的旅客講，而不是說讓我們在這個關山站痴痴的等，就不知何時才會好。今日台鐵地上站一天到2件事故，被迫在暗時8點半完成電力設備搶修，對受影響民眾是比較航太警部退錢規定來辦理。記者綜合報道。